在土耳其法提赫苏坦穆罕默德大学会议厅，世界维吾尔作家协会、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和维吾尔学院共同庆祝革命先驱教授苏利坦·马赫穆德·卡什里博士诞辰85周年，已故卢图布拉·穆泰利普的诞生。会议期间，还举行了苏利坦·马赫穆德·卡什里教授文学创作70周年、学术工作55周年、诞辰85周年和已故的爱国革命家和热心的诗人卢图布拉·穆泰利普诞辰100周年的感恩活动。今年10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占领吞并东突厥斯坦的黑暗73周年。对此，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东突厥斯坦组织协会、维吾尔学院、东突厥斯坦社区和各国维权人士在所在国家做了大量游行示威活动，揭露了中共目前正在实施的非人罪行。与此同时，以中共病毒降至零水平的政策为借口，对东突厥斯坦的围困和绝食表示强烈反对，例如宣布绝食。9月30日，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多鲁克奈沙在东京呼吁日本政府不要只是做出一些空洞的承诺，而是应该采取一些具体行动来制止中国的侵犯人权行为。多鲁克奈沙前往日本会见了日本国会议员，并督促日本政府推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就中国迫害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民族的行为展开辩论。多鲁克奈沙告诉媒体，日本在人权问题上只是提出倡议、发表声明、做出一些空洞的承诺，这不能阻止中共无视他国、继续进行种族灭绝的行为。多鲁克奈沙表示，日本国会有责任更加积极地参与针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行为。他和他的组织奔波世界各地，为美英等国家发出的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就所谓新疆问题展开辩论而提出的动议争取支持。俄罗斯总统普京9月30日在克里姆林宫签署条约，正式启动吞并被俄军部分占领的乌克兰4个州领土的程序。普京此举不仅从根本上无视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无用，而且将已经历时7个月的侵略战争大幅升级，使这场侵略战争进入了一个前景难以预测的全新阶段。普京呼吁乌克兰坐下来与俄罗斯进行和平谈判，但是拒绝谈论将4州吞并领土归还乌克兰的问题。在普京启动吞并乌克兰4州领土的程序之后，欧盟立即发布了一份联合声明，拒绝并谴责了俄罗斯对乌克兰4州的非法兼并。最近媒体查出，中国警察在加拿大多伦多设立了3个非官方的所谓海外警务服务站，被称为海外派出所，引发各界对中共跨国镇压的巨大担忧。据悉，在多伦多设立的3个海外派出所是中共位于数十个国家的50多个类似机构的一部分。由非政府人权组织保障卫士9月中旬发表的报告显示，这些海外派出所由中共公安部下属的公安局管理，主要在海外实施非自愿遣返政策，只要海外的中国公民被中共认为违反了中国法律，就通过各种手段强迫他们回国。报告还称，这一做法使在国外的合法中国居民完全暴露在中共警方的法外目标之下，几乎无法获得国内法和国际法所认可的保护。根据德国8州电台报道，德国联邦议员的柏林台北之友代表团于10月1日启程前往了台湾进行访问，这是自2019年以来首次会晤。中国将如何对待德国议员的台湾之行，还有待观察。代表团访台行程为10月1日到7日，德方计划与台湾政府、议会、企业代表和民间社会代表进行会谈，讨论有关政治、经济和社会形势、双边关系以及两岸关系发展的问题。